樓盤一出啊，其他4.0住宅咧全部都是弟弟，完全冇可比性啊！呢度嘅得房率130%，呢度就係我哋下沉式會所啦，游水做 gym 應有盡有，講多無謂，食多會滯，睇樓。專梯專戶豪宅大平層嘅標配啊，所有嘅位置都係屬於你一個人嘅，私密性非常之高啊！入嚟你屋企睇睇先，哇！我唔講呢個係130平啊，你係咪覺得我喺度影緊300平嘅房啊？嗱，睇下呢個12米長嘅露台啊，呢啲先叫享受嘛！入嚟我哋客廳睇睇，你所見到嘅全屋裝修同埋中央冷氣都係開發商送俾你㗎。呢個單位幫大家做咗4房2個套間㗎，而且每一間房咧都好四正，戶朝南㗎。呢個單位你睇睇。主人房啊，都幫你 set 埋浴缸啊，幾分鐘可以去到山姆會員店，樓下就係地鐵站啦。依家200零萬就可以攞低呢一個中山市區嘅全新第4代住宅啦。有興趣朋友直接喺評論區留言中山，我發詳細資料俾你。